係口沒遮攔啊，臭口棗咁樣，即係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實唔好學啊！呢啲嘢真係會影響到你一生人㗎。我到而家都受影響啊！咁冇人揾我做嘢，其實係抵死嘅。原來我得罪好多人，包括曾志偉啊、阿叻啊、阿倫啊、黃日華嗰啲，我得罪遍唔係一次喎。得罪完之後 say sorry 沙冧，又得罪翻，即係得嚟，人哋都悶啊攰啦，都開始唔睬你啦。咁唔睬你咁啊，即係埋唔到堆，好多嘢就冇嘢發生咯。羞愧啊！點解我唔聯絡你哋咧？我係愧對我身邊嘅，就唔係淨係你啊！我包括我前妻，包括我識嘅人，包括我嘅身邊嘅女朋友啊咩咧，我都係其實係我做錯多過係人哋做錯咯。喂，你點可能對住一個咁嘅傻佬咁嘅癲佬可以好好地生活啊？咁經過呢個3年半，大概4年嗰種咁嘅薰陶之下咧，咁啊會識得沉澱啊、思考啊、去自省一下咧，原來。包括我自己嘅家庭狀態，原來任何女人喺我身邊都係凄涼，咁先睇到自己真真正正嗰啲 PK 嗰啲對生活啊、對人生啊、對人際啊、對朋友關係啊，都係原來好疏離得嚟咧就冇咯。我而家嗰陣時心態就係冇咪冇咯，但係原來唔得㗎。